大家好，我係特約主持人阿妙。呢個星期要回顧嘅人和事，全部都同宏福苑有關。除咗聽證會嘅最新進展之外啦，仲想同大家一齊睇下宏福苑再有居民懷疑屋企俾人偷嘢要報警呢件事，同埋喺上樓之前有 NGO 叫停咗幫手居民搬嘢嘅原因。我哋亦都會分析宏福苑同埋國家安全有啲乜嘢關係，同埋有記者採訪聽證會之後點解會俾人跟蹤呢件事。不過我哋先將焦點放喺聽證會先。第二輪最後4場嘅聽證會，由遇難者家屬、警方同埋消防作供，我哋一齊睇下佢哋嘅證供有啲咩嘅重點。獨立委員會嘅聽證會呢一個星期一共開咗4場，講咗好多嘅重點。我哋先睇下遇難者當日受困嘅情況，同埋消防警方點樣處理居民嘅求助。一家6口住喺宏泰閣嘅李俊豪，佢嘅媽媽、哥哥、16個月大嘅侄女欣欣同埋工人姐姐都喺呢一場嘅大火當中遇難。佢作供嘅時候講返，喺當日嘅大約3點已經知道宏福苑起火，就同一樣係返緊工嘅爸爸仲有大嫂分別趕返去。佢喺4點幾左右返到宏福苑附近，見到宏泰閣已經被圍封，返唔到上樓，只能夠每隔15分鐘就打俾仲喺火場嘅媽媽，了解佢哋嘅情況。佢話第一次打俾媽媽嗰陣，媽媽已經話報咗警，又話唔知點解火燭都冇警鐘，仲同佢講話屋企已經冇水冇電，又話唔知點解咁耐都冇人嚟救火。當時佢只係安慰媽媽，話消防已經救緊火啦，叫佢放心。之後李俊豪就去到廣福嘅社區中心睇下揾唔揾到警察幫手。李俊豪話嗰幾個鐘頭一路都用視像電話同屋企人保持聯絡，去到入黑嗰陣見到屋企入面已經黑晒，而喺電話嗰度就聽到屋企人喺度悲鳴，佢就即刻喺現場揾警察幫手，同警員講返佢媽媽有長期病患，而咁大煙屋企嘅 BB 女都會頂唔順。警員都即刻帶佢去同指揮官講，對方就叫佢等一陣，話會叫消防幫手。但等到大約9點鐘左右，佢覺得報警好似冇咩用，於是就同大嫂喺現場揾消防指揮中心。佢衝入去封鎖線，揾到喺指揮中心入邊嘅人，對方就話佢嘅屋企人已經報咗8次警。當時對方再幫佢通報，不過另一邊人就回覆話宏泰閣14樓好大火，攻唔到上去。李俊豪話嗰一刻自己都已經冇乜嘢可以講，淨係喺電話嗰度見到哥哥不停咁樣打媽媽、工人姐姐同埋抱住侄女欣欣，叫佢哋唔好瞓。但冇幾耐之後，連哥哥都累低埋，佢就一路叫住哥哥個名，但都冇人應佢，叫到最後電話都冇晒電，通話亦都斷咗線。李俊豪話如果唔係有大維修，就唔會有呢個天價工程。如果政府嘅部門有認真去到聽居民嘅訴求，可能可以避免到呢一場大火發生。如果冇呢一場大火，佢4個屋企人就唔會咁樣過咗身。佢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為走咗嘅屋企人發聲，因為呢一份憤怒同埋痛，仲有唔甘心，唔係代表佢自己，而係代表佢嘅媽媽、哥哥、欣欣同埋工人姐姐。佢哋永遠都唔可以再講到嘢，就只能由佢去代為轉達。佢希望委員會可以盡量將真相還原，還翻個公道俾佢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聽完之後啦，都有啲激動，話委員會啦都聽到佢嘅聲音，會盡力揾真相。委員會都有就警方同埋消防點樣處理受困災民求助呢個問題，問翻當日負責協調指揮消防通訊系統嘅副消防總長黃思律，佢就解釋一般打999報案嘅程序係先由警方聽電話，知道求助係同火警有關，就會接到去消防通訊中心，再由警方、求助者同埋消防3方一齊通話。但係大火當日一共收到373個求助個案，大部分都係經由999求助，而消防通訊中心就淨係得30條線，最多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到30宗嘅求助。黃思律話當日已經因應大量嘅求助情況，臨時加開多18條線，打返俾啲求助人。代表委員會嘅大律師杜鑑坤就問，點解報案中心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到207個求助，多過消防咁多嘅呢？呢一個樽頸令到有求助人當日要等成15分鐘先至可以駁通消防嗰邊嘅電話。
黃思律就話當日平均58秒就駁到一個電話過嚟，但因為求助人嘅表達能力同埋驚嘅情況有唔同，需要唔同嘅時間去處理，所以大火當日有部分嘅求助人係需要等耐啲嘅時間。佢又話如果駁唔到電話過嚟消防嗰邊，警方就會將求助人留低嘅資料用口述或者係傳真嘅方法講翻俾佢哋知。黃思律都承認呢一個做法用咗好多年，效率唔高，有改善嘅空間。而喺黃思律作供嗰日，委員會都播出咗幾段大火當日嘅求助錄音，其中一段係住喺宏昌閣17樓嘅居民打通咗999電話之後同接線生嘅對話。求助人話出面有好大煙，匿咗喺廁所嗰度出唔到嚟。接線生就問佢：你匿喺個廁所做咩呢？又5次問求助人有冇需要揾消防。不過最後呢一個接線生都冇將個電話駁俾消防，而係叫求助人有需要嘅話就再打個電話嚟。最終呢一位求助人喺大火當中罹難。黃思律聽完呢一段錄音之後都話，接線生當時係應該即刻將個電話接駁到去消防嗰邊。杜鑑坤又再問：當日4點10分，消防已經決定要全面疏散居民，點解接線生冇幫手叫啲求助人快啲撤離現場？黃思律就話：因為接線生唔知道外面嘅情況，所以冇建議災民疏散。至於點解當日唔揾深圳消防幫手？黃思律就話當時香港消防已經有980人喺現場度做緊嘢，雖然有同事提過廣東省喺邊境有100位嘅消防員，但黃思律話香港同埋廣東省嘅消防喺技術同埋系統上面唔相容，好似求救咁樣，香港就會叫 Mayday， 但內地就會用普通話叫呼救。黃思律認為對方又唔熟悉香港嘅消防系統，香港亦都未準備好叫內地幫手。黃思律都有解釋，大火當日冇出動到無人機同埋直升機幫手救火，係因為無人機嘅負重有限，又唔可以內熱，飛唔近火場。佢又話如果用無人機嘅話，同直升機一樣，都會有煽風點火嘅效應，會將啲煙吹入去屋入面。而當日唔用直升機掟水彈，係因為咁樣做會令到已經搖搖欲墜嘅棚架有倒冧嘅可能，同埋將啲水掟入火場可能會造成水蒸氣，令到屋入面嘅人呼吸道腫脹，會更加危險。黃思律話佢自己都係災難應變隊出身，今次嘅事件之後，佢都有不斷咁反思可以點樣改善。佢都話好抱歉，佢哋係血肉之軀，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已經盡晒力，而結果亦都唔係佢哋諗咁樣咁理想。陸啟康就同佢講，市民係感謝前線消防嘅努力，亦都引述翻有災民作供嗰陣時提過，999接線生當時係有安慰到佢，有向佢哋表達謝意。陸啟康就相信今次火災之後，消防同埋警方會檢討溝通同埋配合嘅問題。呢個星期喺聽證會作供嘅居民，除咗李俊豪之外，另外3位都有提到大維修同埋業主大會授權票有問題呢啲事。而黃碧嬌個名就喺當日嘅聽證會一共出現咗16次。住喺宏昌閣嘅李國雄作供嗰陣就有投訴，有人用不當嘅手段攞授權票嘅問題。佢話法團管委會換屆之後，情況係有改善，最少透明度高咗，居民都可以睇到同宏業簽嘅合約內容。而住喺宏志閣嘅戴志文作供嗰陣就提到，黃碧嬌有試過擺街站，話幫啲街坊申請資助，同時又問佢哋攞授權票。戴志文就話佢嘅媽媽亦都係因為咁簽咗授權票俾黃碧嬌，佢之後有帶埋媽媽想攞翻張授權票，但就俾人刁難。佢作完工之後再同我哋講，除咗街站之外，黃碧嬌嘅團隊亦都有上門派嘢俾啲街坊，同埋問人攞授權票。佢覺得呢個做法好有問題。佢落去擺街站啊嘛，因為事件有啲資助要簽啊嘛，因為業主係我媽媽啊，所以我媽媽經過嘅時候就俾黃碧嬌佢哋叫住咯，跟住就幫佢填啦，咁當佢係老人家唔識字啊，喂，不如我幫你填啦咁樣，咁填完之後佢就問我媽不如簽埋張授權票啦，咁我媽嗰陣時係簽咗俾佢咯，嗰陣時我媽係冇話俾我聽嘅。因為你知道老人家啦，唔想搞咁多嘢，亦都可能唔想我去搞呢樣搞嗰樣，所以就簽咗。因為有一日我喺屋企嘅時候啦，我聽過佢係敲
敲我門、敲隔離門嘅。咁我冇開門啦，我就唔知係佢啲義工定係點樣，就係話你申請做我嘅會員啊各樣啊，咁可能係送啲粽啊、月餅啊各樣，跟住叫可能最終嘅目的你都係做咗會員，送咗俾你攞張授權票，不如你簽名。我點解唔攞得啊？你都未開會係咪啊？你可以俾我攞翻噶嘛？咁點解唔可以俾我攞得呢？跟住又話要經邊個又經邊個，喺我好強硬啊、好勞氣啊咁樣同佢嘈嘅時候，佢先至大約搞咗成半個鐘頭先至可以俾翻我咯。我話業主喺度喎，我話業主本人喺度去攞翻張授權票，點解會唔得先？咪就係好荒謬嘅一件事咯。咁你點解有一個區議員嘅身份去幫法團去攞呢啲授權票？咁你攞授權票，你係咪話俾業主聽？喂，我將會係寫俾邊個呢？係咪啊？佢冇講㗎喎，淨係話你攞張授權票俾我咁樣。你究竟係俾咗邊個都唔知咯。你應該係喺呢件事上面保持中立㗎嘛。你唔可以去代表一方㗎嘛。咁樣係唔啱㗎嘛。曾經做過宏福苑管委會委員嘅居民馮堯作供嗰陣，就更加係力數黃碧嬌嘅不是。佢話黃碧嬌做法團顧問嗰陣，每一次宏福苑開重要嘅會議，佢都會帶一班黨羽落嚟威嚇啲居民。如果有女街坊出聲不滿嘅話，團隊入面嘅男士就會兇佢哋，用一啲膠樽打到噼噼啪啪咁嘅聲；而男街坊出聲嘅話，就會由佢哋團隊嘅女士去負責。馮堯又話確認宏業做維修承建商嗰次嘅大會之前，有黃碧嬌嗰邊嘅人揾過佢，叫佢幫手支持宏業做承建商。佢就話自己有潔癖，既然俾人接觸過，就唔應該入場同埋投票。但佢就話當日啲街坊仲排緊隊入場嗰陣，黃碧嬌團隊嘅人已經入晒場，仲喺度排隊攞授權票嘅表格，而法團秘書亦都冇查過呢一啲授權票係真定係假。馮堯話有要求過民政處幫佢約黃碧嬌，但民政處就話唔會咁樣做。佢又用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講過，敵人往往就喺內部產生呢一句說話嚟比喻今次嘅事件，認為係有人意圖計劃搞亂香港嘅社會秩序，係犯咗國安法。陸啟康問馮堯係咪想用國安法查黃碧嬌，馮堯就覺得應該要咁樣做，但陸啟康話委員會冇呢一個權力。馮堯作完供之後啦，記者都有再問佢有關授權票嘅問題，仲有冇嘢想補充？佢就話已經發生咗嘅事，再講就已經太遲。不過佢話宏福苑呢件事睇到，唔單止係授權票制度要改善，亦都見到護民官做得唔好嘅話，受影響嘅係全香港嘅市民。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啊！區議員其實就係護民啊，民政處都係護民官啊。宏福苑今次出嘅事就係護民官冇做咗嘢。香港政府已經最少使咗120億，所有納稅人全部都俾錢，多謝晒各位香港市民，多謝晒。面對咁多嘅指控，黃碧嬌個人呢就冇出現喺聽證會，但就有透過書面回覆，佢否認喺2024年確認宏業做承建商嗰次嘅業主大會有幫手收集同埋交授權票，又反駁啲街坊話佢用福袋嚟換授權票嘅指控。不過佢就承認喺2021年同埋2024年9月嘅特別業主大會，分別有收過20幾張街坊嘅授權票，主要佢哋係想表達翻唔想換走舊法團，同埋唔贊成罷免管委會嘅意見。佢話幫忙收授權票係基於區議員同埋街坊嘅長期互信，強調自己冇用過任何嘅物資去做交換條件，亦都冇收到任何人嘅利益。就翻黃碧嬌呢個講法，委員會都有問翻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徐滿金，佢作供嗰陣就話有街坊同佢講過，黃碧嬌擺街站嗰陣有叫到啲街坊唔好推翻舊法團呢件事。佢覺得黃碧嬌作為區議員唔應該插手居民之間投票嘅事。佢亦都承認自己同黃碧嬌嘅關係唔係咁好。第二輪聽證會嘅證供重點，我哋講到呢度先。下星期第3輪聽證會會連開5日，集誌社會為大家緊貼報導最新嘅情況，記得留意我哋嘅報導。而呢個星期同宏福苑有關嘅焦點仲有好多，居民下星期就可以上樓執嘢，但出發之前就有唔少對於居民嚟講唔係太好嘅消息傳出，仲搞到要報警。我哋一齊睇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宏福苑7座居民由4月20號開始就可以分批上樓執嘢，但上樓之前嘅1個星期，就有宏昌閣高層嘅住戶喺一戶一社工發俾佢嘅單位情況相片嗰度見到，自己屋企好似俾人搜掠過，放喺房入面嘅首飾盒同埋現金都俾人翻開晒。
懷疑有人入屋偷嘢，所以去咗報警。而警員就同佢哋講會備案先，叫佢哋上樓執嘢嗰日發現真係唔見咗嘢，先再返嚟報警。事件曝光之後都有唔少嘅討論，警方就喺星期二通知返報警嘅居民，話會派人上樓幫佢哋睇，之後再同佢哋講揾到現金同埋首飾，但就冇交代到點解放喺其中一間房櫃桶入面嘅首飾盒會翻開咗呢一件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三接受電視台專訪嗰陣，都有講返呢一件事。佢形容今次係一場誤會，又話暫時已經收到157宗宏福苑關注財物損失嘅求助，大約有50宗左右係有派到警員上門視察，最後都證實係冇事。不過鄧炳強嘅講法就冇令到一班仲等緊上樓嘅居民安心。居民趙小姐就同我哋講，話自從宏福苑夜晚黑有燈嗰件事發生之後咯，就已經令佢哋好難安心。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其實係好擔心嘅，因為我上到樓，我發現唔見嘢，其實係冇得查嘅，你唔會揾到係邊一個攞，因為你又冇 CCTV，亦都唔知係邊一日唔見嘅，亦都追查唔到究竟係邊一個幾時攞嘅錢啊、金啊嗰啲，其實係唔會有適應噶嘛，無從可以考究到，所以對鄧炳強佢講嘅嘢係一啲信心都冇，我哋係好擔心咯。趙小姐話擔心唔見嘢之餘，亦都擔心仲有幾日就要上樓執嘢，但到而家都收唔到政府白紙黑字嘅通知，話俾佢哋聽成個上樓嘅安排係點。佢又話呢一段時間心理壓力好大，又要擔心唔夠時間執嘢，亦都要擔心就算執晒啲嘢都未必搬得走，更加擔心如果到時發現唔見嘢嘅話，都唔知應該點樣處理。佢公布咗上樓嗰個時間之後呢，一路都冇講詳細嗰日會點樣運作，所以我哋係有好多唔知嘅嘢啦，亦都增加咗我哋不安。我哋有傾話有啲乜嘢要執嘅，但係我覺得上到去未必實行到，因為嗰個情緒唔知 handle 唔 handle 到嘅。咁另外就即係仲有一啲屋企人嘅遺物，又搬唔搬得走呢？有啲細個留落嚟嘅一啲回憶，我哋帶唔帶得走呢？可能 pack 完呢啲嘢之後，4個人已經搬唔晒啦，咁又可以點算呢？如果打開間屋就見到周圍都亂晒啊，俾人抄過晒嘢，咁點算呢？咁究竟我應該報警先啦，定係還是我應該執嘢先呢？如果我報警先嘅話，我現場所有嘢我唔執嘅話，咁我過咗呢3個鐘頭，我仲有冇下一次嘅機會上嚟執呢？咁呢個係冇人答到我哋應該要點樣做，係好兩難，同埋真係好無助。趙小姐就話呢一排街坊群組最多人討論㗎就係點樣改裝個紅白藍膠袋，等佢哋可以瀡啲膠袋落樓，減輕自己嘅負重。佢自己亦都喺呢一排日日都行20層樓，練氣同埋練力，為上樓做好準備。不過佢都講政府嘅安排可能隨時會變，一日未上樓，一日都有變數，不安同埋擔心都唔會消除。又真係好似趙小姐咁講，計劃係趕唔上變化。之前有唔少嘅 NGO 啦，好似仁濟醫院、東華三院同埋紅十字會都有援助街坊上樓執嘢嘅計劃，例如係派義工幫手或者派車義載等等。但唔同嘅 NGO 啦，都分別喺呢一個星期陸續通知翻啲街坊，原本嘅支援計劃要臨時煞停同埋取消。宏福苑嘅街坊何小姐都同我哋講，佢原本都有申請到唔同嘅支援計劃，而家大失預算，覺得好無奈之餘，亦都替一班年紀比較大嘅街坊擔心，唔知到時有冇人可以幫佢哋手執嘢。我收到嘅資料呢，就係東華三院收到政府嘅資訊，就係話第一轉就想我哋上咗樓上睇咗有啲咩需要先，係咪真係咁多嘢拎落嚟要 call 車或者要人手？第二轉先再算，街坊個個都即係申請咗嘅。東華三院暫時咧就話可以幫到街坊嘅咧，就係佢會 support 一啲頭燈啊又好，啲鏟又好，啲手推車又好咯。咁但係你話義工上樓啊，原本有免費車接送你攞完嘢翻到你屋企嗰啲咧，而家就冇啦。講真一句就係真係對年長嗰啲街坊係其實唔係咁好咯，我覺得係真係好無奈咯。不滿一定會㗎啦，咁但係冇計嘅喎，而家唔係我哋話事喎，連坊間 NGO 都幫我哋嘅時候，咁點解有咁多阻撓呢？咁呢個真係唔係我哋控制咯。而家政府搞到我哋頭都痕埋啊！勞福局局長孫玉菡都有就 NGO 取消幫居民上樓執嘢件事做回應。佢話執拾嘅安排一定要有序同埋安全，一會一社工會負責協調同埋協助。
強調政府冇限制到居民唔可以帶義工上樓，最緊要係跟翻每戶最多4個人嘅安排去做。嚟緊街坊上樓嘅情況會係點？我哋會繼續跟進，記得訂閱同埋支持集誌社。而呢一個星期仲有2件事間接都同宏福院有關，我哋先講講點解國家安全會同宏福院扯上關係呢一件事。星期三，特區政府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舉辦咗主題演講，主管港澳事務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發言嗰陣，亦都有提到宏福院。佢話火災發生之後，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將災情政治化，以災亂港。佢話要警惕反中亂港分子同埋外部勢力攻擊一國兩制同埋唱衰香港。而特首李家超發言嗰陣，亦都有提到宏福院。佢話喺火災期間，亂港勢力用假消息想挑起社會嘅矛盾同埋煽動仇恨，政府已經採取咗執法行動，令到情況回復正常。究竟點樣解讀宏福院同埋國家安全風險嘅關係啦？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就同我哋講，宏福院大火凸顯咗政府嘅管治問題，將宏福院變成國家安全問題就可以轉移焦點。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啦。大家都明白做得唔好，最好嘅方法就將個責任推去第二度，用國家安全嚟到去做呢一個代號咯。大家都明白有啲乜嘢外部勢力，有啲乜嘢危害到佢嘅。就算你喺海外嘅人士，最多搞下悼念晚會啫嘛，做下啲祈福啊、禱告啊。喂，擺幾支蠟燭，擺幾隻紙殼仔，點樣危害到呢個國家安全呢？佢都知道係威脅唔到。反之咧，因為而家所有嘢都係呢一個行政主導咧，由呢一個所謂救火到賑災，到去安排居民上樓攞嘢，個個等上面發號施令咯，唔做唔錯咯。咁夏寶龍佢都明白呢個團隊都唔得噶啦。咁最好嘅方法將個問題轉移再去對抗啦，外部勢力啦，危害國家安全啦，政治化啦。咁呢啲嘅責任就推咗去，用另一個角度計，其實就係過去嗰6年啊，將所有資源、所有力量放咗喺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嘅問題上面，而應該做嘅嘢，例如應該去做反圍標嘅嘢，佢哋係冇做。佢而家就穩定壓到一切，佢透過將香港嘅管治不善，用國家安全嚟到掩飾。最後就想同大家講翻，網媒獨立媒體嘅記者呢幾個月都受到唔同方式嘅滋擾。佢哋有記者喺採訪完宏福院聽證會之後，仲懷疑俾人跟蹤。香港記者協會關注今次嘅事件，星期一就發咗聲明，譴責跟蹤同埋滋擾記者嘅行為，亦都發咗電郵俾保安局，希望佢哋回應係咪有執法機關對記者進行監視、追蹤或者係跟蹤嘅行動。但保安局嘅回覆啦，就只係叫記協，如果懷疑有記者被跟蹤嘅話，可以向警方提供更加多嘅資料。我就同記協主席鄭家瑜傾過，佢話過去幾年香港記者受到滋擾要報警嘅情況啦，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希望警方啦會認真跟進。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啊！獨媒應該係一早已經報咗案㗎咯，點解仲需要更加多資料呢？感覺係拋翻個波俾你哋，要有證據先至有資格查詢。咁事實上唔係咁噶嘛，記者俾人跟蹤喺任何地方都係一個嚴重嘅事情嚟嘅。2023年啦，Hong Kong Free Press 有報案啦。2024年有大批嘅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受到滋擾恐嚇啦，有人知道佢哋嘅電話啊、屋企地址啊，然之後寄信啦。曾經有記者喺屋企樓下俾人哋貼過一啲不實嘅大字報啦，嗰個威脅係去你嗰個私人居所嗰度，記協都有報案，警方有同我講話佢哋係繼續調查中，但係唔知咩原因，隔咗成年幾2年都冇捉到任何人啊，或者有任何進度可以話到俾我哋知咯。香港警方咁多嘢都咁叻，網上鋪一啲違法嘅言論，或者喺公廁喺巴士上面話一啲違法嘅口號，你都咁快捉到，咁但係點解呢一啲事件又咁啱全部都做唔到呢？對於記協嚟講，我哋梗係希望有人報案，咁佢應該係要努力去查證。希望記者受滋擾呢件事啦，就唔會再發生。等一班行家可以專心同埋盡力做多啲好新聞俾大家睇。呢個星期聚焦一周就講到呢一度，下星期同樣時間，阿妙會同大家一齊睇翻實宏福院同埋其他值得回顧嘅人和事。拜拜。